3年啦，我第一次攞咁多高貨嘅手鐲出嚟放漏俾姊妹啊！唔單止品質好，最重要嘅係性價比高啊！睇下有冇你哋啱嘅喎？呢條係羅種牛奶底春彩手鐲，底子白淨細羅，就唔使我多講啦。搭配上鮮豔嘅果綠同淡淡嘅紫色，你心動未啊？呢條係特別厚裝大氣嘅綠情緒圓條手鐲，內部仲飄住淡淡嘅綠飄花，自然光下都可以睇到有幾咁貴氣非凡。呢條係好少見嘅冰種情緒圓條嚟㗎，種水玉質都冇得彈。同時你細睇就可以發現上面仲有絲絲飄花，特別有意境。呢條係冰膠水潤嘅白月光手鐲，自然光下就好似一條冰條咁，轉動間起冰起降，同時無紋無裂，靚嘅同時仲時尚百搭添。中意嘅姊妹呢，你哋喺評論區留低圈口，價錢你哋真係唔使擔心㗎，實惠到你哋唔敢相信喎。